台电的包厢有一台工程车行中道，经过桃园复兴区高技川雪布闹产业道路的时阵，雪冰车冰落去山坎，这车顶头有6个人，其中4个人无生命现象，送病院邮院救无回来。台电表示，讲当地正咧进行这铁塔改建，不过今仔日是因为风台天无出去做，这事故原因佫需要调查。 救援人员赶紧将受困的伤者为病牵救起来，确定生命现象稳定了后，赶紧送医。他右脚有匕首骨折，额头有一个很大的开放。暗过下骹还有几个伤者等待救援，救援人员无大雨，就去找找，马上用锁转接，因为山区一直落大雨，路下还佫行，救援真困难。摔落山坎的6个人当中，有4人救起来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。下降到这个150公尺的这个地方，那到达现场发现有4位民众欧卡，那另外有2位民众清醒。 代志发生在7三中道12点左右，一台台电苏变电工程处北区施工处城南乡的工程车，经过桃园市复兴乡高技川雪布闹产业道路3公里的所在，车并入150公尺深的山坎，车顶有6人，车甲人往落落去。台电表示，当地正行是台7线铁塔改建工程，车才确认因为风台无要处理工作，城南乡也汇报无出工。早上我们因为台风的关系。 我们像那个北基的工地，今天都停工。那复兴区那边工地早上我们都有这个公务单位都有确认过，说你今天不会施工，不知道他是不是跟我们讲今天不做，结果偷偷跑去做还是怎样？ 桃园市消防局表示，车顶5男1女当中，其中4人是泰国籍，身份还佫进一步确认。台电表示，是毋是工班家己决定施工？甲事故发生的原因，已经由总公司来进行了解，不提供必要的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